为着要方便这时爱上班的民众会当注疫苗，嘉义县目前有设35个疫苗注射站，嘉义县是希望讲拼一天会当注到1万档。医师上班的民众下班了后来到暗时注疫苗的接诊站，都感觉真方便。很好啊，因为我们上班的只有5点以后才有空啊，这个时间刚好啊。我嘛是顾囡仔，顾到即马，阮新妇因下班我就会当来啊。嘉义县19开始，伫全县18乡镇开办暗时注意放射的服务。县长表示，希望7月底会当达成中央要求25%的注射率，让大家在整个登记的时候挑施打地点，有更多的方便性，按照他们的这个工作的时间大家可以去做挑选，所以当时就特别设计开放了35个夜间施打点。打完刚好回家休息，就是刚好。到明天早上又可以去上班。目前嘉义县已经注意放射人口比率21.5%，全县35场夜间注射，佮加上日时注射数量，暗算一天上济当做1万档。卫生局呼吁民众，即马政府有开放18至50岁的人预约注射，请民众爱记得预约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